食豆、旺彩茶。读国小了后，就无像幼稚园，半晡仔阁有点心通好食。下课无闲，甲囡仔伴佚佗，豆豆仔袂记咧食点心即项代志。毋过，阮教室拄好离学校的灶骹较近，定定第二节下课，就会当闻到香杠杠的气味，互我闻到煞、大肠、搁小肠。有当时啊，我会挡袂牢，走去走廊，看搭伫顶悬的菜单。有时阵免看，用片的就知影今仔日有好料的糋咯，互我心肝底充满期待甲欢喜。逐工早起到11点迄骹斗，灶骹的阿姨就会搭一桶一桶煮好的菜，放伫走廊椅仔顶。到12点食豆的时阵，阮逐个才斗阵踏半米来教室的餐车顶悬。食豆服务队的同学就会带塑胶帽仔、挂手套、喙罨，逐个底饭硬菜。为着防疫，阮的桌椅拢爱菜隔板，了后排队底饭菜，上尾才会当开始食饭。这个时阵，就有真侪出头会发生。有人食一喙就甘咧，规步句安怎都吞袂落去，就爱老师一直搭喙。有人甲饭菜相对看，因为伊要等人搭饲。听候班长食煞，就会过来举汤匙啊，一喙一喙伫搭饲。有人一搭久啊，就食甲空空，要搁来一碗。我是豆豆啊享受，尤其迄天若是有卤卵，我会当留伫上尾才食，因为我上爱食卤卵。看着卵伫碗底恁来恁去，就感觉即顿足青草，心情真好。就算是无爱食的菜蔬，嘛拢变好食。到落尾，我才会把伊吞落腹肚底，心满意足完成今仔日食豆的活动。若拄着特别的日子，亲像儿童节，学校就会答阮上喜意的几项套餐，印做选票，互大家投。这个时阵，我真正袂晓选，因为逐套我都爱。校庆运动会迄天，学校真闹热。迄天的中昼顿嘛真特别，毋但有意大利面、煎鸡排、
阁有罕得看到的粉圆甜汤。老师讲，学校的营养午餐是营养师专工为阮设计，爱阮好好啊食，毋通讨济，食好饱才会敖大。其实我偷偷啊，甲恁讲，我真爱食学校的营养午餐，因为菜色逐工都有变化，互我足期待的。这嘛是我介意来学校的原因之一啦。最后，感谢收听，再会。